咱存敬畏的心来敬拜，请作乐。恁着要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请咱三角来吟圣诗230首，圣诗230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一齐来我上帝面前，大声吟诗而乐以真，上帝至尊。人人着敬，请起立吟全首。请用使徒圣经告白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庭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你啊，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
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各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教读启应文第40篇，伫圣诗的后壁面，伫1071页。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伊的长袍垂落来，遍满圣殿。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侍奉。因彼此呼应，这声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叮当，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我袂忘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踮伫嘴唇无清气的子民中间。这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希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器对弹顶捏热热的炭，将炭捂我的嘴唇讲。这个有捂着你的嘴唇，你的罪过一定除去。你着赦免。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怨气？这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我透早要找求你，因为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了你，阮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有福分来到圣殿，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阮献上感谢。即礼拜的看顾甲带领，伫生活中主教阮同在，享受阮丰盛的恩典。阮献上感谢。阮是软弱的人，有时无遵趁上帝的话，有时阮的喙齿会犯罪，做毋对的代志，无小心得罪上帝，得罪人。阮家己拢毋知影，求上帝赦免阮的罪。恳求上帝为阮创造清洁的心，换正直的灵，帮助阮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赦免阮一切的罪。即时为阮同信的兄弟姊妹，甲阮的长辈有身体欠安的，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愿上帝立马听因的祈祷，求你的大能的圣手医治因，祝福因。心灵健康，求你也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祝福当坤生牧师的讲道，会当利益阮大家，提升阮的心灵的造就，互你的话语踮伫阮的心内，做阮生活中永远的帮衬。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任是加利利宣教中心主任，该因差派陈坤生牧师前来本会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本会本主任下午3点到8点半，伫副堂举办幸福特会议，敬请报名的准时参加。同工也请伫活动半点钟前到。
本会定伫本主任下午8点半伫地下室小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全体小会员出席参加。本会6月22 9点到11点半，家庭探访。探访的家庭有王松兰、温凤英夫妇、蔡金龙、黄丽婉夫妇、周俊雄、刘新梅夫妇。探访的牧长有陈吉元牧师、洪世俊牧师、于海平长老、陈美玲长老、高丽美执事、郑美仪执事、黄家炳长老。本会定伫下主任第2场礼拜要举行洗礼式，第2、第3、第4场要联合礼拜。有报名参加洗礼的兄弟，请伫当日上午9点半伫3楼生活广场参加洗礼说明会，请准时穿着正式的服装，前往敬拜中心。本主日举行圣餐礼拜，敬请陪参会员公收圣餐，同沐主恩。对7月初4，每一个礼拜四暗时8点到9点有祈祷会，欢迎兄弟来参加。具体消息：敬拜团定伫7月15暗时6点半到8点半举办惊奇敬拜单堂体验课，费用200块。讲师阿巴贝惊奇艺术学院，地点伫油厂敬拜中心，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往办公室报名参加。儿童牧区定伫2月23、24下午1点半到5点半，7月25下午1点半到9点，7月26下午1点半到5点半要举办丛林冒险重新出发暑假营会。报名，你若是伫前30名报名的话，迄就是1000块。那第31名开始了后，就是1200块。伊报名的人数全部要收80名。参加的对象是原来国校1年到6年，欢迎到办公室于胜阳区长报名缴费。第3，告解消息，请陈牧师。高雄中会伫9月初7上午9点半到12点，就是要办规个中会的即个圣经的模拟课。咱要考的是路加福音。参加的为国小甲国中大人甲咱的少年，要伫德国教会。参加的费用100块，咱爱伫7月2日以前办公室来报名。考试的结果，个人前3名也有颁发奖金，团体前3名嘛有颁发奖金吼。以上报告。今日毋知有头边参加礼拜的来宾无？请你站起来好无？无咱欢迎大家吼。咱三甲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9节。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9节。这个代志了后，主阁设立70人，一队一队，找因做头去，因所要到逐个城、逐个所在，对因讲，通收成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别讲去甲因收成。恁去啊，我找恁，亲像羊仔入
材料的中间，无伫带钱地，无伫打连，无伫下，努力无伫甲人请安，无论入什物厝，着大声讲，愿即家平安。设使有合意得到平安的人伫遐，就恁的平安会到伊；若无，就倒归恁。着踮伫遐，着踮伫迄家人正因所讲及的，因为做工人堪得到伊的工钱，无伫对即家刷去迄家，无论入什物城，人若接纳恁，着食因所摆伫恁面前的，城内有病的，着医好因。煞甲因讲，上帝国近恁啊！以上愿上帝的话点伫咱心内。此时，学老请妇女献歌队。此时讲道，请陈牧师宣告，搁一摆起航，宣告搁一摆起航。谢谢大家平安。感谢主吼，迄个陈牧师真济，四会拢有。感谢主吼，今日咱特别欢迎家己伫宣教中心吼，陈牧师咱大家拢捌伊啦吼。伊真久无伫咱中间吼来。甲咱分享宣教中心的事，也望咱会当对即个宣教中心搁较济明白，也会当有较济带导较关怀的奉献。
咱多谢陈牧师吼，咱拍鼓欢迎陈坤成牧师。敬爱牧师、牧师娘，各位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牧师，咱小会接纳同意今仔日正做家己的宣教中心的纪念主日，而且伫遮做奉献的主日。咱家己的虽然是总会属下的机构，但是咱无亲像其他的神学院大神也是男神也是玉神，有当年固定奉献的主日所以拢拜托教会牧师长老互咱有这个机会，一摆特别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个时阵，咱先来看一这个家里的一个简单的简介，特别是这个神学院家里的神学院介绍。You are my shelter from the storm. You keep me safe inside your wings. 咱家里的37年前开始到即马，有20几家的土地。 When life gets hard, you lead me to 咱会号做加利利这个名，就是耶稣伫加利利传福音医病赶鬼。当时来买土地时，看到遐有一个湖，改成加利利湖，所以改号名叫做加利利。咱有3个机构：基督院、神学院，甲社福中心来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基督院主要拢在推广这个灵修教会福音，即马佫设立20个基督堂。 是全台湾最新、最特别的基督堂，真侪人会入去基督堂祈祷，讲到圣神充满。咱拢固定在办这个灵修的聚会，特别充电营拢伫拜六的时间。这个充电营啊，拢会叫人去基督堂祈祷1点钟。 咱社福中心是咧关心遮个社区双向困苦，也是遮个新住民的囡仔，遮个国校青少年。咱神学院特别伫2005年开始有招生训练这个宣教。 研究所，到伫2000年的时阵，咱就来设立这个宣教神学研究院，到即马进入第4年。咱甲印尼这个摩利亚神学院签约，成做这个伙伴的学校。这个牧师即马就是院长的顾问。 是用足济时间甲心情来帮助咱，这是咱的毕业生到伫海外宣教，伫少数民族，伊拢甲我讲，有时一摆就规庄的人来信耶稣，这咱的图书馆。咱学校的特色就是每个月拢在招生，逐个月拢会当来报名。 每季开课，所以你若报名了后有开课，你就随会当上课，毋是1年2摆，是1年逐个月拢会当招生。咱会当实体伫教室上课，也会当线上上课。所以咱的学生有美国的，有台北的，嘛有台东、南市。咱学生的训练。 将来5万会当做开拓教会的工作，会当协助教会牧师牧会，
会当职场宣教。咱的学者有博士班，即马真侪学生报名，拢要读宣教学博士班。咱有硕士班，大学硕士甲宣教的硕士。为伫职场工作，伊嘛会选择要读教授，嘛大部分拢会读宣硕。咱嘛为着这个高中一毕业到专科2专5专的人来这个宣修班，互因会当修这个学分报大学的学分，通起来读硕士班，有证书班，就是延伸教育所咧开的课。咱的教派，咱的新学院是超教派的新学院。所以，咱的学生长老会以外，各教派拢有啊。这就是简单的简介，互咱知影家己你现在的事工大概的情形。毋望咱常常替咱这个总会属下这个机构来祈祷，来参与伫这个事工，嘛搁较毋望咱有心要造就。遮诶兄弟姊妹，无论你几岁，拢会使来读。咱就是人无年龄诶限制，嘛有60几岁、70岁来得读诶拢有所以求上帝施恩帮赞。咱三甲来祈祷，主比听人诶天父，阮诶上帝，感谢你，阮早起伫这个所在，会当来到你诶面前亲近你、敬拜你。主你应允阮若亲近你，你就亲近阮。阮若向你祈求，你就要垂听；阮向你拍门，你就要甲阮开门。阮若找求你，阮就会当找到。主照着你的应允来施恩赐福，阮早起每一个来找求你的人。主愿求你恩待阮，施恩帮助阮。伫阮兄弟姊妹中间，主啊，若有因的心神无平安的，主愿你平安的灵、平安的气息混入伫因的心内。混乱的心灵、不安的心灵，会当得到平静；会当得到安稳，会得到自在；会互你平安的灵所充满。主啊，愿伫你的面前也恳求你，若能带着忧伤的心情、艰苦心来到伫你的面前，也愿你安慰的灵临到因，喜乐的灵充满因，互因对忧伤变成欢喜。主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扶持软弱的人。互因心内快乐刚强起来，互因看到明仔载，互因看到未来，有上帝你的陪伴，有上帝你的引带，有上帝你的看顾，主你永远拢无弃散。主愿伫你的面前求你施恩赐福，伫阮早起的敬拜。这个时阵，我们亲像玛利亚伫耶稣的脚前来听主耶稣要讲的话。主求你也赏赐阮一个专一的心，除去阮一切的杂念甲搅扰。互阮用专一的心来听主你的话，愿你施恩赐福伫阮这么久的时间，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早起来到咱中间，我会用一个题目，就是宣教在起航，宣教那亲像一只船，亲像一只飞机，重新出航，重新起飞，对家己你的事工来讲是安尼，特别今仔来到伫咱这个油涌教会，心内充满欢喜、安慰甲平安。伫咱长老教会一直拢无要搁开拓教会的中间，真侪中会已经几十年拢无开拓教会，但是咱油涌，咱人生70才开始，咱70周年了。咱搁去前方，搁开拓一个敬拜中心。哇，这个上帝互建个牧师有一款的印象、民望，因为教会扩展、教会成长，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不断开拓教会。今年伫逐个所在，台湾拢在讲这个台南400，特别阮住伫台南的所在。即摆有人讲云顶400，就是
将近400年前，荷兰的归正教会派宣教师来到台湾，开始传福音，对台南进入伫这个嘉义的所在，甚至伫遐设神学院。后来因为这个郑成功进入压迫教会，关掉这个神学院，所以办无3年就关门啊。当时大部分的宣教拢对西拉雅族即系平埔族的人，所以平埔族的人伫荷兰宣教停顿200年了后，当马到个以前英国的宣教师继续来到台湾的时阵，咱看即个伫西拉雅族平埔族的宣教也得到真大的效果，因为过去因的祖先就已经有接受到这个福音，所以嘉义里今仔神学院，佮伫玉井的所在，佮在建设的时，这个神学院的教授拢着想到讲，嘉义里这个地点的所在，嘛是阮自民的部落，阮自民的部落，而且嘉义里宣教中心的土地，当时拢是这个基督徒在住的，但是嘛毋知安怎，后来土地煞流落到伫东基的手去咧。阮咧嘉义咧开拓的时，才搁去甲东基买土地，搁买倒转来。后来玉井教会老长老才甲我讲，陈牧师，伫因的印象中，应该玉井教会前身就是伫嘉义里三埔叫做五条啊，这个所在。所以伫嘉义里对台三线入来，拢无看到庙，就是遮个人姓潘的、姓张的、姓罗的，拢信耶稣的。因拢后来教会迁出去玉井市区的时，因就去遐做礼拜。所以，当我伫遐做这个嘉义里的事工的时，我愈来愈相信上帝是真个我的上帝。嘉义里这个地本来就是伊的，就是敬拜上帝的人伫遐咧徛起，甚至伫遐做礼拜。老长咧甚至甲我讲，牧师，那伊的了解，应该早时的礼拜堂，就是现在嘉义里旧餐厅迄个所在啊，是伫遐起拜堂，伫遐敬拜上帝。后来才阁刷出去玉井，讲这原来嘛是宣教的基地。今仔日，上帝通过这个嘉义里基督院、基督山的兴建，搁一摆将这个地搁夺回，若无煞变成拜拜人的所在，当机在用的所在，兄弟姊妹，上帝是真个活的。咱敬拜这个上帝奇妙，甚至迄地理师来甲我问讲，陈牧师，啊你那会晓来买这个山啊？你那会晓买这个所在？啊，你毋请10个地理师来看过？啊，无你那会晓买？我讲无呢，我毋是玉井人，我屏东人呢。我毋捌来遮，啊，无你那会晓来买这个山啦？我讲，阮的上帝就是地理师啊，因为创造宇宙万物，这拢伊做的啊。啊，伊要用的所在是伊家己建的，我是来祈祷。啊，牧师来祈祷了后，讲这个所在真好安尼。祈祷了，心内感动，讲这个所在真好。啊，长老才讲，牧师去问看，这地主有要买无啦？原来是甲一个乌头教会老长老买6分地啊。但是伊讲爱搁买，直直买，啊，直直问的，大家拢要买咱啦，啊，所以才一直买啦，啊，愈买愈济啦。原来我上帝祈祷，我要做祈祷山3分就好啊，上帝今仔互咱60倍啊，
煞超过20家啦。咱爱1000坪，上帝予咱6万坪啊！而且佫台南市区有一个大楼内底，一楼110坪，有3楼300坪左右的厝地，伫迄个所在，咱伫做一个文道训练，甲新学院台南的校区。上帝是真的，咱的上帝是真的。有人问讲，上帝哪会赏赐，互咱家里这样大的产业，就是上帝对咱有托付。特别伫今年，我愈来愈体会，上帝对家里的计划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起初，上帝伫37、8年前呼召感动我，是干那要做祈祷院，5万为着南部设一个祈祷院，互兄弟姊妹要领受祈祷方便，毋免去到北部苗栗的所在。啊，佮咱总会嘛，5万，咱长乐教会有家己一个祈祷山，就是1985年。伫丁清湖500几个牧师、长老、执事兄弟姊妹，伫遐禁食祈祷3日。我本身也是筹备推动委员的一个。伫最后结束礼拜的时，高准的牧师呼吁500几个人来祈祷，上帝也赏赐咱长乐教会有家己一个祈祷山。是安怎咱遮大的教派，遮济个兄弟姊妹、牧师、长执。伫遮禁食3日，也无祈祷堂，也无祈祷经，搭天道，拢伫天道内面祈祷呢。5月时要日头要足炎呢，嘛爱带迄祈祷，轮着祈祷拢爱入去。我家己做推动委员，心真感动。咁即个牧师佫较感动，所以一定呼吁大家来祈祷。啊，我在场看各种牧师祈祷甲要好。上帝啊，互咱长乐教会有一个祈祷山。当时是安尼尔，无记着讲来祈祷院了后，这附近的农民拢一直要甲地卖互咱，卖互咱。啊，要卖互咱，咱就去募捐，摕钱来买。啊，一直买，煞愈买愈多。啊，我为什么讲地理师来问我，一贯道的地理师问我，但无说你来买这个山，你是安怎？会晓买，我讲啊，我问讲啊，你是安怎？你甲我讲，我找10个地理师来买，来看过。伊讲牧师，你毋是研究地理的，你毋知。你要祈祷院，恁即个山头，就是对大西山的入门，这178巷道入去到后壁有空。你即支山就是地理中心啦，恁即个部落的地理中心啦，所以你即个。这支山地理中心，互你买去啊，别人拢买袂去买啊啦，无法度搁来住伫恁的边啊。哦，我才知影讲是安怎含一贯道的买11家，最后也买咱啦。因拢开发咱呢，投资落啊呢，后来怪手如土机拢开出去，嘛是搁买咱。啊，即马附近的兄弟姊妹，遐个部落的人。土地若要卖，别人买去买，安怎讲都买袂成。最后人讲，我要卖牧师，我要卖牧师。我讲拜托啊，你毋通讲卖牧师，连去我所互你卖袂去。讲卖，我要甲土地卖互教会啦，毋是要卖牧师啦。安尼，因讲要卖，咱就一直买。我嘛毋知影讲，一直买要创啥物的？上帝今仔日。行技术，后来政府的单位、社会处长，迄阵省还未废掉的时，来访问，因为伊是基督徒，唐启明处长，看到咱的土地这样大，就讲讲，安尼是毋是家里有这样大的土地来设一个青年的服务中心，来帮助青年事工，伊做社会处的处长。因为这个青年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当时会一个都答应，也毋知影讲这要安怎做，也毋知影安怎，但是后来拢同意，就
做，啊要做找无所在通起厝。后来县政府甲讲，牧师啊，起甘蔗园啊，讲叫咱去起大楼，起大甘蔗园啊。我问讲甘蔗园是要安怎起大楼？会啦，牧师介简单，啊，你著申请要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变更做社会福利用地，安尼著会当起大楼啊啦。安尼提出申请，是加以来毋免环境影响评估，1年内就通过啊，恁著随会当开始起啊。所以，咱为什么有希望会馆、希望之家，都是安尼来。所以，弱智的人拢足好奇的咧，讲甘蔗园才会当起大楼，伊毋知影，咱为着服务社会，服务咱的这个百姓遮的青年人。上帝行奇妙的事，啊！因为这个变更过了，咱总会晓变更啦。我著搁甲县政府民政局讲啊，啊，阮基督院这边吼，遮个农牧用地嘛来变更。伊讲好啊，提出申请。咱这个要提出申请，县政府的官员甲讲啊，牧师娘啊，恁这件一定要通过。我讲是安怎？这件要通过？伊讲。有政府以来哦，毋捌教会提出农地变更做宗教用地啦，拢庙啦、山林的啊，拢庙在变更，因要起庙的啦。教会无人在变更，干那恁尔。第一件一定要互恁过，啊，就讲恁上来，我甲帮忙。所以咱基督迄边也变更建地做宗教用地。所以原来咱迄甲当基买迄地建地啊。600坪建地，即马加里有6000坪建地啦，通啊起大楼，即马剩欠钱尔。若有钱吼，大楼会当起几啊栋啊安尼。啊，咱即马咧祈祷，有一个基金会想要甲咱帮忙啊，咱要甲申请2亿外的经费啊吼，啊，这个爱祈祷，上帝来甲咱开路，咱就会当搁起。要起啥？要起老人中心，就是养老院啦。或者个牧师退休无地住，也是爱要来住祈祷看的人。兄弟姊妹无爱住厝，要爱来住祈祷山的人，会当来住。啊，这建筑图拢设计好啊！啊，毋望上帝甲咱开路，将来咱伫遐会当做养老院啊。起初，逐个人拢会惊讲，加利利会伤偏远袂啦。后来算会讲袂啦。对加利利去到奇美柳营的综合病院啊，吼，差不多25分钟。去到满洲的新老病院的分离，也差不多25分钟。去到新华私立病院的分离，也差不多25分钟。伊讲，阮若台北吼，有时啊要去到马街吼，驶马几点钟诶，恁这25分钟就到外头偌远，吼，而且玉井迄个所在，我37、8年前去，敢若一个诊所，都是迄国防卫生兵开诶啦。即马眼科啊有，骨科啊有，内科拢总是正式才会医学院毕业诶，齿科也是，3个超市啊。全年也有，当时买食拢有好，玉井即马无共款，所以讲无要紧，只来设老人院，我那足好大，啊环境真好，啊即马新加坡的姊妹一个企业家，因来投资来做鱼菜共生，饲鱼啊，吼啊种菜安尼，哇，迄鱼菜共生的专家来看。因做起来、种起来的菜，讲全台湾同水的啦。迄菜我拢无破起，我哪有遮水的菜？原来就讲加利利的空气上好啊，别位啊拢有空气污染，加利利无，因为咱遐水源保护区，所以将来新学生来遐是会当去打工种菜。老人、牧师、兄弟姊妹，除了祈祷以外，佫会当来遐种菜，啊，拢毋免压落，伊个菜固伫个咱个腰遮悬悬，吼，啊菜家种，会当慢来食，啊，佫足好卖，
啊未捌人就定了啊啦。因为即马迄是最高级的菜，所以加入你的未来，上帝一步一步赶带。我当时拢毋知影买遮一地要创啥物，但是即马一人一人在开发的时，才讲上帝对咱的恩赐，特别伫近3-4年来，上帝互咱新学院，搁再恢复。对旧年开始招这个道学硕士训练，要做牧师的助理，甲开拓教会，才会事工诶，这个训练。当时我嘛认为足困难的，毋知要哪经营，无义务。对船呢，咱亚洲足出名的神学家，都是黄碧和牧师，过去咱台南神学院的院长。伊志愿讲要来帮助咱的神学院经营开发，所以伊一来半年，咱神学院就加入 ATA， 叫做亚洲神学学会。即普通要加入这足无简单的，啊，通过黄碧个牧师帮助咱，所以互即个咱的学校即马得到 ATA 会接纳成做亚洲神学协会的一员。明年就准备要认证这个道学硕士科，这班爱认证，所以上帝施恩帮助咱，啊，咱这个学生，咱毋茫因伫家里伫迄个所在来读册的时阵，咱要加强灵性的训练，祈祷当20堂，逐日拢在祈祷，对祈祷操练，我要亲自带因操练。第二就是认真读圣经，认真读圣经啊！一日最少一定要10章以上，下早啊5章，下用暗5章，安尼读。啊，讲道训练，我亲自甲因带，所以要安尼来帮助因对祈祷甲读圣经打好基础，其他的教会来学习，才会牧会。啊，实际做小组的经验、的技术训练，其他的神学的训练，咱毋茫将来咱的道所的毕业生，会当协助教会的开拓，互台湾现在还佫90%还未信耶稣的这个人，会当来金捌主。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互咱看见耶稣伊来到这个世间。通常要的工作就是要传福音嘛。伫路加第9章第56节，伊讲人子来，毋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来是要救世，佮要救人的性命。救人的性命，毋是干那救这个世间这几十年肉体的性命，互咱有丰盛的性命。也要救咱，互咱有永生的生命，互咱的灵魂会归属足清楚。将来咱要转去到咱的阿爸爸天父的家。所以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安尼。所以咱看见耶稣已经有经12个学生训练啊。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讲，耶稣伊搁再经72个。哦，咱和合本的是讲70啊。现代日本的已经改72人，72人，搁再增加6位，呼召这学生，搁彩排因出去。咱看见耶稣甲这学生，先叫因爱做的是什么？2项，第一项爱甲平安带互，才会所有各城各地方的人。去到逐所在拢甲问：你用平安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将平安带互伊。耶稣迄个时代的人无平安，因为因罗马统治的，对无？嘛有政治上的压迫，嘛有足济的困难，是无平安。耶稣甲这学生讲，入到逐城去的时，都爱医治遐有病人啊。所以耶稣将迄个手术平安的官兵，甲迄个手术会当赶鬼
互人一病得到医治的官兵，想说这学生。今仔咱看到台湾的社会是毋是安尼嘛？咱的百姓是安怎苗栗的妈祖咧出来绕境的时阵，17万的人在队；大甲的妈祖出来绕境，20万的人在队。因毋是食饱受用的，因就是有缘爱平安。所有人到庙里去拜拜，都是拢要求平安的。所以教会基督徒一定要大声甲平安互人，平安、社拢，互人的心会当平安，互人的身躯会当得到健康。伫2023年，照卫生署的统计，咱台湾啊，3高的人口有534万人。糖尿病的10个就一个，213万。照统计，身心科以前拢无的呢，他有一个身心科，拢嘛精神科伫大病才有的。身心科的诊所，即摆伫台湾有287间。这个人讲，毋但肉体破病，心理破病。情绪感情破病，伫台湾这个岛屿，咱一直追求科技的发展甲经济的发展的时，人的心无平安，人的肉体的病痛、艰苦愈来愈多。耶稣爱这学生，所以教会有缘要诚做医治的所在，医治人的心灵，互人诚做平安的心灵，照着基督会当得到上帝的恩惠。昨我带这个充电人了后，显化教会妇女团体拢来参加充电日。其中有一个姊妹，伊的囡仔伫咱马街台北医学院做教授。然后牧师多谢你哦，阮的囡仔吼结婚2、3年拢无生，啊我招伊来加利利，啊加利利牧师当工替伊祈祷了后，过年就生囡仔呢。所以吼，我忽然间接到台北寄来鸡卵糕，我煞毋知影讲是安怎，我这人也无熟悉，他有鸡卵糕啦。后来我敲电话去，才牧师你要记住啊，旧年去祈祷的，吼哎，中华永靖教会遐嘛是，拢结婚几啊年，啊拢无生呢，吼啊带免2、3个来祈祷，啊祈祷了当年。后一年生一个，后一摆生2个。我讲嘿，啊这不孕症袂生哦，嘛是一种病呢。啊上帝通过咱共祈祷了，伊煞会生呢。因就讲以后袂生，拢带来加利利祈祷。加利利有这个吼生产哈，特别的文歌哦。神给我们的能力是超乎世上的，超过人所会当想的。所以咱都要有这个平安，所以咱毋望咱的学生伫遐训练了后，毋是敢若有神学的知识，有甲上帝好的关系，有圣经好的基础，有属灵的官兵，使用上帝的这个能力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穆安德烈讲一句话，伊讲耶稣的保护，互咱领受官兵；圣神互咱领受能力。但是领受能力以前，爱先领受官兵，有官兵才会当有能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是相款，咱要确信逐摆来祈祷，咱是上帝的儿女，我是爸爸啊，爸爸啊，求你帮助我，甲爸爸求的。啊，咱除了儿女的官兵，另外一个官兵，咱袂记一个，叫做祭司的官兵。就是带导全民，这些的官兵是上帝予咱，特别咱宣教是万人皆祭司，每一个人拢爱操练成做一个大道者，通过大道，才会当攻破整个才会撒旦魔鬼坚固的营垒。逐摆若要祈祷的，上帝啊，我要替人祈祷，我是使用你所想所法祭司的官兵。
使用这个官兵替人祈祷。所以上帝听人祈祷，是因为有赏赐你这个官兵，你使用的时候这个开展。宣教学的大师Peter Wagner讲，咱除了伫教会礼拜以外，甲教会祈祷以外，一定要进到社区去寻找祷告。这个社区要归主，一定去遐行路祈祷，行路为了社区祈祷。进入社区祈祷了后，这个社区的人的心才会当归应主，传福音才有开展。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祭司的官兵，那么毋茫训练咱的学生，将来知影，伊要出去服侍上帝时，伊毋是敢若有神学尔，伊有官兵，伊领受上帝的开展。像阮即马6月26到28，有这个。对马来西亚来谢志强牧师，佮有这个对法国来的这个 Relation， 这个法国的牧师，佮陈光道牧师，咱佮主动敲电话讲，伊嘛要来到帮忙，所以一摆哇，这上帝中央的萝卜做伙来加入你。咱的学生伫遐读册，都是会当上山参加这款的特会，伫遐受造就。伫遐，互因该服侍，互因得到医治透棒，互因领受服侍的恩膏。这就是咱的新人院，甲其他的新人院拢无共的所在，因为咱有基督的院。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真正伫咱台湾这款的社会，需要平安、需要医治的百姓的中间，通过咱的训练，会当互将来咱训练出来，而且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硕士，而且的学生。会当伫逐个所在来为主传福音，做上帝好的工。所以毋茫咱常常为了家己的祈祷，为了咱的时间祈祷，互家己所咧做的工，毋那利益伫咱长老教会，也当利益伫台湾的正教会，利益伫咱的国家，将来互咱的学生，因有感动。毋茫会当受差派到伫海外去做海外的宣教士，这嘛是今仔日咱真欠缺的所在。咱需要不断甲这个意向传互遮的学生，互因伫读册的时阵训练的过程，因得不断领受意向，为主来活，毋是为着要找一个头路啦。若要找一个头路，毋免来读新学院啊，世间足侪头路通啊找。读新学院都是为着要献身，要传福音，要甲平安带互人，要甲医治的快乐带互人，祝福别人的生命。像耶稣讲：“我来是要救人的生命，毋是要灭亡人的生命。”上帝帮助咱。耶稣甲迄学生讲一句话，第10章第30讲：“你们去吧，你们去吧。”你们去吧，你就去啊，就去。我毋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敬个牧师，占得有大意向甲使命，引带咱继续向前行，开拓教会的中间，每个人要跟着去，祈祷爱去，心爱去，钱爱去，咱传福音的生命爱去。你们去吧，安尼咱宣教就会当过一摆来期盼，宣教再期盼，咱人生70才开始，咱有从会当70搁再开始，毋那清风一经，将来咱会当哇，像即摆安尼主播，我看咱真好，哇，无受所在的限制。对一个，搁再一个敬拜中心，对一个一个敬拜中心，啊嘛毋免限制伫台湾呢。即马直播会当到美国呢，直播会当到日本呢，日本嘛会当开拓，美国嘛会当开拓，对无？印尼嘛会使开拓。上帝扩展咱的心，互咱会眼光看到上帝国要建立起来，咱会当伫逐所在扩展上帝的国度建立。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不是干那牧师去的，
是大家拢都爱去，心同心做伙去，上帝一定要兴起咱油厂真侪长老教会一个足大的模范，因为宣教在其行。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重的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阮敬爱牧师，互伊有这样大的影响、使命甲负担，为着扩展上帝国，互你的国紧紧临到伫这个地面上，伫台湾的所在。主感谢你，互阮中心兄弟姊妹愿意甲同心，主阮有特别的使命甲领受，求你继续保守敬爱牧师、牧师娘，甲这中心兄弟姊妹，互油厂教会，成做阮长老教会的模范，互阮将来所做的工会当撼动、影响长老教会。主求你恩待，互阮影响到伫这个世代。主求你赐福。帮咱引带头前的路站，继续荣耀你的圣名。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请您回应诗374首，请起立吟全首。你。
那这感谢主，互咱今日伫加利利宣教中心的主日透过陈牧师讲到400当前福音版传到伫即个咱南台湾西拉雅所在，也捌复兴。咱伫将近800前宣教书内写对我复兴。咱伫8周年的时，教会也有一波复兴。相信即个复兴要搁临到，所以加利利宣教中心也咧备办真侪即个福音的工人，要来收割伫过来上帝要伫台湾所赐复兴。咱要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正听主，恢复迄个起头听心，互咱会当来兴起咱的更加少年的一代，互咱搁互台湾的教会也会当诚做收割灵魂福音的大军来收割侪灵魂进入上帝国度。所以，请咱为着宣教中心祈祷，无论是宣教中心的新人研究院来祈祷，有更加侪人伫遐受造就，互因的即个资源，上帝会当对逐所在来授权，就是万国云来珍宝，互因要去做的即个无论是养乐园。逐种的开发，互即个所在，上帝伊家己的土地会当真正诚做祝福伫咱台湾的所在。咱为着宣教中心特别献上代祷，为着这学生祈祷，为着这老师祈祷。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伫即个即礼拜，咱已经即期的收割要完成，互咱会当真正有侪人。洗礼进入教会，咱拢献上代祷，也为着咱中间有两者的肢体，咱主拜着祈祷，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会当平安，调野会当和谐，国家会当向前，咱来献上代祷，咱来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祈祷。也即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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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感谢你，阿罗你。主啊，今日是加利利宣教中心的主日，感谢上帝恩典，互这个加利利宣教中心原来是复兴的所在，也搁这复兴的子好像去有这个脱掉的，但主啊，你伫几十当前透过规些牧师因夫，会当搁伫遐乌子，互这个水子。主啊，水泉会当搁清出来，水泉会当搁清出来，这要搁得到复兴。主啊，若要去做宣教中心，这个所在要宣教侪上帝你所要兴起的事工。主啊，所感谢你伫这个台湾咧庆祝宣教400周年的时，主啊，复兴的水泉搁伫遮清出，主啊，加利利河。复兴的水泉搁清出，最后这个学院哪来哪兴旺，互这个学院哪来哪有影响力？哪张搁伫落教会搁超教派，搁超国度、超国际，主啊会当诚做祝福。最后所愿感谢你，你也祝福有像教会也会当真正诚做复兴的教会，会当来伫这个落尾时代收割侪宝贵的灵魂。互教会得救人哪加添，互教会哪有困难，会当来诚做阮这个地区的祝福，甚至整个台湾的祝福。主耶稣，感谢你祝福阮一帮的幸福地区，阮会当有好的修行来应用主。主耶稣，感谢你，甲阮做两者的肢体三甲二体，你医治的困难，你保护官兵伫因的身躯顶。互你身躯病痛拢得到医好，主啊，阮多谢你，主啊，你也祝福阮的国家，保守阮台湾，透过正兄弟姊妹常常为了执政掌权的祈祷，为了阮的国家祈祷，主啊，互国家一切这无应该发生的、无属于你的、无该领教的，拢离开阮的中间，主啊，互主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恩典，你的福气，你的祝福，充满伫阮的中间。感谢你，听阮的祈祷，
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接受收奉献。请坐。请坐。现在咱有这个奉献炉啊，吼，为了加利利啊，我相信这是上帝家己兴起这个宣教中心，在这个世代要来完成主托付的大使命，会当培养侪侪福音的工人，佮会当扯建宣教的大军，这拢是上帝的旨意，望咱会当有份伫这个起做啊，互上帝讲会当更加大啊，来成就伫咱的中间，看见台湾会当成做上帝所拣选祝福的台湾，会当祝福到列邦列国。也再请起立来。主爱的天父，阮感谢你，赏赐阮伫属龙工商拢有好的智慧财的能力。阮奉献淡薄的金钱，做教会传福音事工的路用，也祝福加利利宣教中心，主大大使用因迄个所在，甲因的事工，使稳定福音，互因拢无欠缺。愿主甲咱阮的奉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祝福财产，人银403首。见我，见我，主见我，耶稣求你见我。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听头，以及圣神的相通充满甲引带，甲恁正大家三角之地，随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列岛避讳。